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謎講下錶。今日介紹俾大家又係一集 Famula， 不過今日介紹呢啲呢，就係一啲鑽石嘅版本，同埋有啲係比較特別嘅。第一隻呢係玫瑰金，鑲咗4行嘅石殼，全透視，大家可以見到啲橋全部都係鑲埋鑽石，個底亦都係一樣。咁大家可以見到游絲同埋個擺輪、齒輪、錶齒輪，六字位有小秒針、藍鋼針、藍裝 size 39.6乘54mm， 原價94萬，依家超級優惠價338400。第二隻亦都係全透視18K 玫瑰金，4行石殼。呢隻入邊呢就冇鑲鑽石嘅，可以見到金橋，個底亦都可以見到橋，見到游絲同埋發條股。六字位亦都係小秒針。呢隻嘅 size 就細少少，36乘50.5mm， 亦都係藍裝 size。原價係607000，依家超級優惠218500。而另一款亦都係透視嘅圓形45mm 18K 玫瑰金，鑽石圈、鑽石殼、鑽石橋，底面橋都有鑽石，上鏈機芯，六字位亦都有小秒針。亦都有個白金嘅版本，都係45mm 鑽石殼、鑽石面、鑽石橋。佢嘅原價兩隻都係一樣，定價9390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338000。而呢一隻係酒筒全鋼，鑲3行鑽石，鑽石面362羅馬字，9字位有個黑色骷髏頭，全鋼自動3針日曆，個 size 係36乘50.4。原價係454000，依家超級優惠163500。而呢一款係酒筒18K 玫瑰金雙一圈鑽石，中心位 FM 字樣亦都係鑲咗鑽石，用返標誌 Color Dream 彩字，全自動機芯，透明底，玫瑰金扣，鑲埋石，限量88隻，全球限量88隻，原價26萬，依家超級優惠價93600，個 size 係32乘45，男女都戴得。而呢一隻個 size 同頭先嗰隻一樣，都係32乘45mm， 石英機芯，貝殼錶面，
鑽石字，入邊內圈亦都係圈鑽石，石英機芯，男女都戴得。鑽石扣、紅金扣，原價41,7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15,100。而最後一隻係女性嘅29×39mm， 18K 白金，滿天星，鑽石殼，6字位有小秒針、藍鋼針、黑色字，上鏈機芯，原價係46,9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16,800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嚟尖東恒優錶行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61279284，同我哋傾下，或者親自過嚟睇下。希望大家鍾意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